为了规定六甲路甲中正南路一段路口头停的交通塞车，议员郑嘉欣表示，因为调整交通号志已经无法解决问题，加上当地大楼陆续完工，人车增加，互该路段的车流量更加严重。除了要求交通局、工务局等跨局处来研究开辟替代道路，或是拓宽道路方案，嘛具体建议拍通六甲路201项连接凯旋路之站，认为是上可行的办法，希望伫市长年内完成。这个六甲路规也做狭窄，根本也不可能有人行道啊，那这个怎么解决？问题是现在是很主席咱要解决的。那当然，你如果说我是建议说，目前唯一的可能无法度就是打通六甲路201项衔接出去都要是凯旋路，所以希望我们公务局、交通局、跨局处，你们一定要很用心精简。那局长，你讲我们已经规划完了，规划完，那大概要多久？明天会做审查。审查完，然后修正完了以后，我会跟地方召开一个相互的沟通的一个相关的。有没有可能在市长任内完成？这行你这几样都讲，因为你也知道说，现在目前整个高铁特定区，这嘛发展都在归仁高铁特定区。问题是这里六甲路是直接要接往我们高铁区，你几家的一定他家有没有从归仁圆环过来，从仁德工业区那边过来，都一定会经过这个六甲路。你这个路口没有解决，永远都是地方的痛。另外，议员嘛针对台南的公车徛牌甲候车亭，因为每一个时期兴建的款式拢无同款，特别有一寡伫较偏僻的区域，徛牌拢已经老旧。除了建议交通局换新，买有完善的辅助功能，进行通盘检讨，以提供公车族友善的坐车环境。咱的新闻，阮及林根采访报道。